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受到东北季风甲极境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宜兰总是落大水雨，这苏澳真侪所在拢淹水，受灾人数估计是有100多户。今年11月是头一届看到4粒风台共存，其中这天兔风台已经正做是中度的风台。气象署有计拜5到礼拜，就是上届挖进台湾的时阵，上紧明透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，明仔载下晡会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排水沟后头就太晚，和山坡内水无法度消，继续流到大路上。宜兰南澳伫北港附近，12日因为大水雨加上土石流，造成严重的淹水灾害。所有信号路淹水管道也捌达到1公尺，居民透没摒扫，加上厝内摒扫清气，也毋过真侪家具电器拢已经害了。赶快把东西搬上去，搬到2楼。我们有东西坏掉吗？有啦，冰箱、洗衣机、冷冻柜什么都有啊，还有那个橱柜什么，也都有一些损失。经济电工所统计，这摆大水雨，所有镇估计超过100户受灾，数量继续统计中。受到东北季风甲极境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大雨灌入宜兰，11月头一摆看到4台强雨。天兔风台早起8点进行为中台，预估最快也就是明天的清晨，可能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那也不排除在经过东南方海面北上的过程，暴风圈有碰触到陆地的可能，所以不排除发布陆警哦。那所以如果发布的时间的话，也会比较偏向在明天的下半天哦。天兔风台未来路线无确定性也较大，气象署指出，风台挖境过程拜五主要影响花东甲恒春半岛。北六号区由南转北，影响北部宜兰花莲一带。台风很小，然后在没有公班效应的这种状况之下的话，风雨大概会很集中在东南部这个区域。那预计大概礼拜6的上午，它其实就已经开始要远离了哦，所以说风雨的状况其实就会开始减弱下来。气象署也提醒，随风台渐渐的瓦近，马仔各地景会渐渐增大。像瓦近风台中心的恒春半岛、南苏列岛、台东地区可能有3至6米左右的淹源，东北部海面可能有3米左右的淹源，马仔起风也会较增强。尤其上瓦近风台中心的花东、恒春半岛、南苏列岛可能会有9至12级的强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